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即届政府的纾困金申请的定数甲手续拢真繁杂，引起着民怨。行政院长苏贞昌出来道歉，随后阁来宣布讲，申请1万块的纾困案，中央审核，基层免责。所以新北市长侯友宜随甲新北市这个9301件纾困的申请案，直接送中央卫福部，一度来引发着中央甲地方的紧张。尾后侯友宜甲申请案总摕倒来家己审，有420件，今仔日已经审通过了。侯市长讲，其他嘛会加速度来审核，伊会完全来负责。外界认为伊是逆市长。侯友宜讲，新北市一向是超前来部署，甲中央共一条心。这是新北市土城区。新北市长侯友宜透早就到土城区公所去巡视，这人拢是为了要申请1万块的纾困金。新北市伫7月赶伫下班前送9000几件申请案到卫福部，和卫福部的员工伫母亲节都爱去加班，捌引起中央地方气氛的紧张。虽然讲侯友宜拍算将申请案摕倒来新北市家己审，也无对着中央敢若犹原无啥满意。因为一开始行政院说，地方快速收件一定要以民众快速拿到纾困金为主轴。侯友宜伫暗示讲，中央的讲法前后无共款，针对收回来9000几件，今仔日会快速审核420件，也无将申请案直接送到卫福部做法。外界认为讲，这是刁工伫甲中央呛赌。我跟中央只有上下一条心，中央的作为以外，会做好超前部署。道歉讲被戴上逆市长的标签，侯友宜一直讲是甲中央共心，也毋过中央甲地方若超无好，恐惊艰苦的依然是人民。